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南这个安平沿海的蚵仔坪，即个做风台上一个进食力。当地里长是气噗噗，讲因进前有甲渔业署来反映，讲这个风台要来，是毋是会当甲蚵仔坪拖入港？但是渔业署甲因拒绝。 才会造成这么大损失。啊，台南市政府是回应讲，渔业署是按照着规定来作业，但是嘛会当理解蚵仔农的心情。海面上的风影镜头，蚵仔农冒险抢救，惊险的过程拢放翕落来。毕竟拢是因的心火，无法度拖入渔港避风台蚵仔坪。经过风台了后，就变安尼。安平的渔港岛海坪顶拢是派去的草架甲玻璃笼，这拢是蚵仔农辛苦用来搭蚵仔坪的材料。一个科农至少要损失200万，造成很大的科农的损失。被署的长官真的要负责任啊！ 好好的检讨。话讲爱渔业署负责，因为控制风台来的期间，南市区渔会向渔业署争取，互蚵仔坪进入安平渔港避风台溯风技术。风影伤大，损失惨重，抢救回来的蚵仔嘛已经无水啊。我入来刚来吼，啊要劈一个，我嘛钱啦，啊看，天人看起来人看面。渔业署表示啊，因为我们的渔港是在渔船的停泊，还有一些航行的安全使用啊，哈，所以他不同意这些科棚来进来这边渔港。市府表示讲，渔业署照规定作业，也毋过会当理解蚵仔农的心情。是讲蚵仔农逐摆拄着风台，生活都会受到影响。对因来讲，这是真大打击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